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10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以安平老街为例，真侪商店拢明显感受到人潮有咧衰退，所以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来到台南的时阵，嘛特别提出产业没落、甲提振观光的对策。朱立伦认为，台南是台湾的古城，上有观光的价值。未来若伫中央，一定会甲地方做伙拍拼，将台南的观光撒向全世界。目前正伫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期间，参选人朱立伦10号下晡特别来到安平，甲府城文化观光协会、东区妇女会以及侪在地商圈代表座谈，嘛因为安平老街店家明显感受观光消退。所以会长朱立伦以担任八东桃园、甲八东新北市的县市长，并观光产业，和观光人口倍数成长为例，承诺伊若当选总统，将甲地方合作，以探观光服务财列为重点产业。台南是会当讲咱台湾的府城过去会当讲上出名的足侪好食的物件、好耍的物件。来推动咱的观光是上有价值的好所在，好好来推动朱立伦将来，我相信一定甲地方做伙拍拼中央甲地方做伙拍拼，将咱台南的观光推向全世界，包括中国大陆，包括全世界的观光客拢欢迎来到台南。会中大台南市政倡议发展联盟理事长高淑珀、甲议员柯志春等人，嘛拢全程陪同，替朱立伦伫民调期间全力提升知名度，成拼初选过关才重要。咱的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过的。台南市龙狮的事件引起社会各界注目。市员蔡小薇、上午会动议员吕维印、李宗翰、甲林志等共同召开记者会。呼吁市府应该进行检讨，并且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千万唔通让类似的案件再次发生。台南市一名张姓教师，20冬来伫两间国小服务，涉嫌性侵1名的女学生，因为两间学校拢无积极的处理，一直到今年3月才闭康。调查发现，受害者竟然高达26位，5月被教育局解聘，并且登录伫教育部无责任的教师通报系统内面。对此，台南市议员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质疑两间学校是不是涉嫌包庇甲隐匿，要求教育单位要好好检讨。教育局这边有提到，有组成的一个所谓的专案小组的部分，应该要全面来清查校长，还有所有包庇的教职员，来严惩所有的相关单位。那在追诉期间，我认为也应该没有上限可言啦。在调查期间，并且应该要停止校长的职务，让他们更重视这样的案件一再的发生。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教育局如果接到了这个家长的申诉，或者说其他的单位接到家长的申诉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在第一时间有所谓的外部的调查，应该协同社会局或协同这个其他相关单位，来对于这个学校或者说对于这个被简报的这个老师来做另外的一个调查。而不是这个借由校内的性平的部分。学校的部分，真正拢唔知影吗？发生这么多的案件，学校没有疏失吗？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一开始学校同步在启动调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要求学校，你要检讨本身的行政责任，或者是你安全防护和安全监视的这个责任要一并检讨。那目前我们局长也是有指派我们已经有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就是一个专案的调查小组，要到学校去检讨、检视它每一个环节，是不是有从校长到行政人员到老师哪一个环节有疏失，我们一定就是会去严惩，会去查明跟严惩，绝对不会包庇。面对这种的教师权势性侵，伫制度上除了需要检讨，另外嘛呼吁教育单位应该重视性平的问题。除了设立申诉的管道，教导小朋友拄到这种的代志，要勇敢表达，
另外，嘛要避免受害者受到二次的伤害。拒绝狼师，守护校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议员李克维甲伊的爸爸，也就是前议员李文正同款，长期关心台湾的主权问题。发现最近新的历史课本将台湾人讲成是中国人，所以非常不满，要求相关单位应该赶紧做出改善。长期关心台湾主权问题的议员李克维，发现了最近新的历史课本当中出现了亲像支持一国两制的言论，甚至还有台湾是中国的移民社会等内容，也予伊非常不满，认为安尼的红色课本根本是咧配合两岸一家亲。要求教育局爱做出处理。中日合约吼，甲咱台湾澎湖的主权吼，交互中华民国吼，这就是中国吼，这是国际上吼联合国的中国吼，这是天大的一个谎言呐吼，天大的诈骗，这嘛会显吼咱台湾吼，这永永远远吼，就是安尼吼，咱的一个吼主权吼，永远吼，就是有安尼一个问题的一个存在吼。所以吼，安尼阮今仔日吼有客委吼，甲沈教授吼，甲我的爸爸李文正李清议员吼，特别吼有去安尼即个记者会吼，希望会当安尼甲社会大众报告，吼嘛希望吼咱的政府对即个部分吼，会当安尼吼赶紧吼来做一个吼，会当来做一个处理，吼来看做一个安怎来吼会当互咱的下一代吼，咱的台湾吼真真正正吼。安尼会当安尼吼，愈来愈正常。教育局委会代表表示，因为这个职权是属于教育部的，所以教育局并无法度处理，但是也会将议员的建议带转来府来研议。同时也表示，如果内容有问题，是绝对袂出版的，请民众放心。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孝顺108年，台南咖啡冠军的王中和，同一个时间，伊伫安南区的咖啡店嘛开幕。除了要甲所有民众分享国际精品顶级的咖啡，嘛希望借着伊拼冠军的努力，鼓励每一个人坚持向目标迈进。伫108年，台南市精品咖啡评鉴的颁奖典礼上，王中和以冠军的身份，以及美国咖啡品质协会精品认证的双荣耀，接受市长黄伟哲颁奖。王中和虽然伫东山种咖啡，不过比赛拼冠军的同时，伫老家安南区的咖啡店嘛正式营运，要甲所有民众分享伊南山顶级的咖啡。会中会当看见头家对青豆掰壳以后，到选豆以顺手工处理臭豆外观无完整的过程，卖当凸显伊顶真高品质的坚持。每一个过程拢袂当马虎，每一粒拢是辛苦的诞生。浮豆，把可能它不健康的豆子浮掉，然后筛选掉以后，然后再开始做后制过程。后制完了以后，我们的豆子经过脱壳以后，要选生豆的时候，也是要开始就是一颗一颗的这样子去看，这样去筛选。电脑筛选机现在有，但是还是不会做到那么完整。所以我们在精品方面来讲，我们精品咖啡豆，我们都会一颗一颗的去挑。辛苦的付出以后，送到消费者口中的冠军咖啡，不管芳气、酸度、回甘，甚至烧冷，拢保持风味。王中和表示，伊对经营外销生意转来种咖啡，不断的努力用心管理，除了要证明家己好，嘛要借开店，鼓励人上进的精神。地方上来讲哈，我们的咖啡种植的非常不错，我们希望它更提升更高，在国际上哈。能够有展一些头角了，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好咖啡，让很多人喝起来有它的鼓舞的精神，让他能够感觉到说，这么好的咖啡，喝下去，让我们在事业上也好，生活上也好，而得到比较美满的一个经济提升。以台南冠军咖啡开店以后，真侪专家学者伫知以后，嘛拢来偏芳交流，可以伫学术甲实务之间不断进步，进一步向全国咖啡冠军来迈进。台南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
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主要成长伫南非狐獴，这几冬来被业者引进台湾，成为特殊的宠物。台南有一位童先生，伫接触到狐獴以后，就被伊古锥的外表吸引，最后成为狐獴的饲主。透过下面的报道，带您做伙来了解。若讲到狐獴，相信大家一定想到电影《狮子王》的丁满甲少年派当中画面。其实这几冬伫国外饲狐獴已经相当流行，现在业者合法引进伫台湾买当看到，成为罕见宠物的新选择。台南一位同事就有饲一只，当初因为朋友有饲，接触以后感觉相当的古锥好耍，嘛成为台南少数饲狐獴的饲主。伊认为，如果想要饲狐獴，应该注意的重点甲饲鸟狗同款。当初饲养的情况下是看到朋友家有在饲养，然后了解过后，觉得其实狐獴算是宠物性非常高的动物。因为我家本身也有养猫，然后我看观察的情况下，就是它跟猫狗的行为其实蛮相近的，对啊，就是种种的条件下发现，其实狐獴真的很适合当宠物。然后就决定开始饲养，跟一般养宠物一样，就是该收的东西收好，不要被它翻到，不要吃到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对。然后在家就是跟一般猫狗的养法差不多。但狐獴来台湾并无简单，需要经过一连串的检查，也需要来自过去一冬来拢无发生小狗病养市场，经伊发4大疫苗甲晶片。董事表示，伊饲的狐獴拢是人工繁殖，所以甲一般野生的并无同，因有无同的互动模式。人工饲养它宠物性比较高，因为它从小跟人类相处嘛，习惯人类的气味。那它的寿命大概也是可以跟猫狗一样，就是10几年。那相对的就是野外的狐獴，它的攻击性比较强，然后比较不容易跟人类接近。对啊，那其实人工饲养跟野外的寿命。人工饲养的还会相对的会比野外的野生的狐獴来得高，对啊，因为外在的天敌太多了，然后加上现在沙漠地区过度开发嘛，所以野生的狐獴相对寿命真的没有这么长。因为人工饲的狐獴相当聪明、佮温顺，所以伫厝内嘛当甲鸟狗生做伙，所以同时厝内鸟甲狐獴嘛成为真好的朋友。现在这只古锥的獴獴开设了一个粉丝专页，如果想要看到伊生活当中古锥的画面，嘛当上网来追踪。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中英大学承办第9届全国私立大学成绩竞赛，总共有10间大学、45支队伍参加。这个竞赛全部采用英文试题，并且仿照国际比赛。该题成功得当得到一粒气球，考验选手的速度甲能力。一来到中英大学的电脑教室，就会使看到真侪粒的气球，同时也阁有无同的色水。根据了解，原来这是正式比赛所使用的小道具。8条题目对应无同色的气球。选手只要解答出正确的答案，就会使得到对应的气球。若增加选手的竞争，也为比赛增加了趣味。那我们那个解题啊，其实就是会，当他每解出一题，就会有不同颜色的气球。那这个是遵循国际赛事的一个，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子弄。那这主要就是说，让同学其实看到别人的气球越来越多，其实它会产生一个就是激励的作用，也要想要赶快把题目解出来，然后拿到更多的气球。这届的比赛是第9届的全国私立大专院校正式比赛，10间的大学总共45支队伍参加，
同时也是中央大学第一届举办，主办单位就是希望透过安尼的比赛，增加学生参与比赛的机会，同时也提升因的定式设计能力。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多云有时乌阴，短暂阵雨或者是日头的天气，温度27度到31度，落雨几率8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7月1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